大家好，我係湯詠儀。今日我會分享我設計嘅30分鐘課堂教案，主題係電腦嘅特性。我嘅目標係幫助學生理解串聯同埋並聯電腦嘅區別，以及佢哋喺日常生活中嘅應用。咁喺呢堂課呢，我教嘅係綜合科學，主要講解電腦。學習目標有3個：第一，可以令學生學到識別串聯同埋並聯電腦；第二就係比較呢兩種電腦嘅特性；第三就係理解電腦喺日常生活中嘅應用，例如係聖誕燈飾，又或者係家用嘅電器。咁我設計嘅教學對象啦，就係中二嘅學生，一班大概有33個人。大部分嘅學生呢個英文能力都係一般嘅。咁喺啱啱接觸呢個環境嘅時候呢，可能佢哋會喺理解複雜嘅概念嘅時候會有一定嘅困難啦。咁佢哋嘅前置知識呢，就包括有基本嘅電腦繪製同埋電腦連接嘅實踐經驗。咁但係因為疫情嘅原因，所以佢哋實驗動手做嘅能力可能就會比較弱啦。咁通過引導佢哋探索電腦嘅特性，我都希望可以激發到佢哋嘅好奇心。咁喺課堂之前呢，我都會採取咗工作紙嘅形式啦，就令到學生可以事先嘗試畫出令兩個燈泡同時着起嘅電腦。咁就透過呢種科學探究嘅方式，去鼓勵翻學生去主動學習，而唔係單純咁樣去接受講解。咁喺呢個課堂上面，我都會使用到線上嘅電腦模擬器啦，去展示翻電腦嘅唔同連接方式，鼓勵學生提問同埋討論。咁我啲會邀請翻同學去觀察個電腦圖，然之後提出問題。例如係，如果我哋喺呢個電腦度移除咗一個燈泡，會發生咩事呢？咁透過呢啲問題咧，我都會鼓勵翻佢哋去進行小組討論啦，去分享翻各自唔同嘅諗法。呢種互動形式咧，唔單止可以提高佢哋嘅培養佢哋嘅參與感啦，仲可以培養佢哋嘅團隊合作能力。咁喺呢個課程度咧，我都會使用到 PowerPoint 同埋電子嘅設備去進行簡報啦。咁就為咗增強呢個課堂嘅吸引力咧，我都會展示翻實體嘅電腦組件啦，例如係燈泡、開關同埋電池嘅。咁喺介紹串聯同埋並聯電腦嘅時候咧，咁就睇翻時間啦。如果時間許可嘅話咧，我都會嘗試俾學生可以親自操作呢啲組件，實際去真係連接一個電腦，從而加深佢哋嘅理解。咁去到課室管理技巧，咁為咗保持翻學生嘅注意力啦，我都會採取多種策略。例如，我會設置一啲思考時間，令到去學生回答問題之前咧，可以諗幾秒鐘先。然之後咧，我就會透過提問同埋小組討論去保持翻課堂嘅活躍度。咁我都會喺每個環節結束之前咧，就快速咁樣複習翻重點，去確保學生係可以跟得到進度嘅。咁最後咧，我都會透過一啲小測驗啦，去評估翻學生嘅理解程度，鼓勵佢哋喺日常生活中都觀察電腦嘅應用。透過咁樣嘅教學設計，我希望可以激發到學生嘅學習興趣，培養佢哋嘅科學素養。多謝大家。